苏花公路伫车北是落大雨，总得较好人的铁路、公路又搁拢断去。交通部长伫昨下晡起视察苏花公路和台铁的灾情。部长表示，为着要确保通行的安全，即马政府有3个计划正在进行，包括山架的预警系统，也有铁公路的重建和花东 SOP 的所有计划。真长的摆列车阵看无位伫倒位，民众伫中地管制站等待下晡3点放车。除了肯定抢修人员的辛劳，也希望政府会当有更加积极的做法。民隧道那一种的加强一点，安尼来改善交通问题。落雨就放，地当就放，这个真的很痛苦呢。苏花公路车北下晡，因为强降雨，中地到好人区段铁公路捌中断。交通部长陈世凯下晡去视察苏花公路中德段甲台铁灾害段。陈世凯表示，为了保障通行的安全，有3个计划正在进行，包括山坪的预警系统，也有铁公路重建，也加订定花东的标准疏运计划。未来若是有状况，伫3点钟内都要启动疏运。长期来看，我们是希望能够建立蓝色公路的这个通路，让我们大家平常时观光可以来使用。遇到比较天然灾害的时候，需要疏运的时候，我想这些船班对民众来说是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因为4月初3强烈地震的影响，国家凯美风台侵袭，中地到好人段山坪受损真严重。专家讲，崩塌的土石量伤济，无法度用人为的方式处理，更来当听候自然复原，短期无解。无解，这个一定无解，因为这个土石量太大了，而且你现在整个是在边坡上面，所以你没办法用人为方式说，哎呀，我去清它。若是路网中断，想要去花莲，还是离开花莲，拢变得真了时间。空运方面，花莲机场本来每礼拜往回台北、台中、高雄拢总14班，而拉线公路的部分，目前为花莲港到所有港无固定的航班。若拄到陆路运输中断，航港局收到公路局的通知，才会调新台马轮、平湖轮这船只协助海运闭湾机制。选项的部分就是一定要去提供，没有办法只是一个临时的航班之外，有没有一些定期航班的一些可能性？李英雄认为，面对极端气候变化，政府应该提早准备替代交通选择，包括提供有够的定期航班稳定服务，卖当进一步思考交通结合观光的可能性，搭配商业促销方式，为包船开始累积人阵，进一步发展成定期航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